在地人在地前继续来看宜兰的三星仓，今年到11月底累计拍卖金额达到2亿1000万，创14年来的新高。宜兰县长林志妙专工邀请三星在地各中各小的棒球队员做伙来包葱啊水饺，来品尝到三星仓的好滋味。不要太多，这个要翻出来了。 这个小球员拢感觉真趣味，伊要做伙来包水饺。虽然只是甲餡料包入去，这么简单的动作，但到底要放偌济，伤脑筋。详细看这餡料，有袂少青葱，就是宜兰上在地三星仓。三星仓的介绍队8月了后就一路起，共同运销拍卖金额，今年到11月底已经累计有2亿1000多万，是去年的2倍外，嘛是14档来新高。这葱仔龙是摊甲油细细，球员嘛真欢喜，包这三星仓。宜兰除了三星仓出名以外，银柳嘛当大出。今年风调雨顺，或者银柳的回报大粒拢真把持，卖上好。估计散档卖档将近3000万。若是想要用银柳搁较有生命力咧，有一个小撇步。在那个瓮里面再加一点水，再加一点水，它会长根。那长根之后，它可以这边还会长新芽出来。 这个拜六要青葱银柳节登场，有兴趣的民众不妨亲身来体验。